母亲节的剪凉仔花受到这旧年风台影响，加上今年吹的低温，这剪凉仔花的产量减真少。而且呢，这阵阁未赴开花，花农表示讲，种花遐尼长的时间，今年花期呢是规个要差几个月啊。原本应该当收成的剪凉仔花，即阵也拢是花唔赢，敢若少数有开花。中华参尾是台湾剪凉仔花上大的产地，但是今年3月温度低，影响开花时间。花农表示，今年的花期差要几个月，有4成左右的花未赴伫母亲节进前开花。今年是寒较多啦，寒伤久伊啊，花头一个月的产期伊啊，啊无以前是跟若到母亲节，咱会拢3楼8、9成的，今年拢剩头6成左右。农民表示，去年7月剪凉仔花母长，就因为风台影响无健长，今年这低温佮影响开花时间，目前敢若有6成左右的花通收，价格嘛跌得起。去年一支卖10块，今年爱15块才买有，愈晚母亲节价格可能会愈悬。嘛是会想要买啊，买互妈妈安尼，就是一种仪式感吧。妈妈上重要啊，花嘛足水啊，所以讲，一年买一届康乃馨，互妈妈嘛是足好的啊，互伊欢喜。新历的7月吼，甲隔年的5月吼，拢还阁有花啦。平常时咱嘛会使装点咱兜的生活艺术、生活美学。参尾向农会表示，除了配合节日送花，这几年因嘛咧推测会当用剪凉仔花来装塔厝内。今年搁伫大甲妈了境的时阵送剪凉仔花，宣传国产花，希望开发无同的用途甲销路，增加农民的收入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